舊約撒母耳記上第14章，有一日，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對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說：我們不如過到那邊，到非利士人的防營那裏去。但他沒有告訴父親。掃羅在基比亞的盡邊，坐在米基倫的幼石榴樹下，跟隨他的約有600人。在那裏有亞希特兒子亞希亞，穿着以弗得。亞希特是以迦博的哥哥，非尼哈的兒子，以利的孫子。以利從前在示羅作耶和華的祭司。約拿單去了，百姓卻不知道。約拿單要從隘口過到非利士防營那裏去。這隘口兩邊各有一個山峰，一名伯薛，一名西尼。一峰向北與密抹相對，一峰向南與加巴相對。約拿單對拿兵器的少年人說：我們不如過到未受割禮人的防營那裏去，或者耶和華為我們施展能力，因為耶和華使人得勝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拿兵器的對他說：隨你心意吧，行吧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跟隨你，與你同心。約拿單說：我們要過到那些人那裏去，使他們看見我們。他們若對我們說：你們站住，等我們到你們那裏去，我們就站住，不上他們那裏去。他們若說：你們上到我們這裏來，這話就是我們的證據，我們便上去，因為耶和華將他們交在我們手裏了。二人就使非利士的防兵看見。非利士人說：希伯來人從所藏的洞穴裏出來了。防兵對約拿單和拿兵器的人說：你們上到這裏來，我們有一件事指示你們。約拿單就對拿兵器的人說：你跟隨我上去，因為耶和華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裏了。約拿單就爬上去，拿兵器的人跟隨他。約拿單殺到非利士人，拿兵器的人也隨着殺他們。約拿單和拿兵器的人起頭所殺的約有20人，都在1畝地的半泥溝之內。於是，在營中、在田野、在眾民內都有戰驚，防兵和掠兵也都戰驚，地也震動，戰驚之勢甚大。在便雅憫的基比亞，掃羅的守望兵看見非利士的軍眾潰散，四圍亂鼠。掃羅就對跟隨他的民說：你們查點查點，看從我們這裏出去的是誰？他們一查點，就知道約拿單和拿兵器的人沒有在這裏。那時神的約櫃在以色列人那裏。掃羅對亞希亞說：你將神的約櫃拿運了來。掃羅正與祭司說話的時候，非利士營中的喧嚷越發大了。掃羅就對祭司說：停手吧！掃羅和跟隨他的人都聚集，來到戰場，看見非利士人用刀互相擊殺，大大惶亂。從前由四方來跟隨非利士軍的希伯來人，現在也轉過來幫助跟隨掃羅和約拿單的以色列人了。那藏在以法蓮山地的以色列人聽說非利士人逃跑，就出來緊緊地追殺他們。那日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得勝，一直戰到伯亞文。掃羅叫百姓起誓說：凡不等到晚上向敵人報完了仇吃什麼的，必受咒詛。因此這8日百姓沒有吃什麼，就極其困憊。眾民進入樹林，見有物在地上，他們進了樹林，見有物留下來，卻沒有人敢用手取物入口，因為他們怕那誓言。約拿單沒有聽見他父親叫百姓起誓，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頭豎在蜂房裏，轉手送入口內，眼睛就明亮了。百姓中有一人對他說：你父親曾叫百姓嚴嚴地起誓說，今日吃什麼的必受咒詛，因此百姓就疲乏了。約拿單說：我父親連累你們了，你看我嘗了這一點物，眼睛就明亮了。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從仇敵所奪的物，擊殺的非利士人豈不更多嗎？這日以色列人擊殺非利士人，從密抹直到亞倫，百姓甚是疲乏，就急忙將所奪的牛羊和牛犢宰於地上，肉還帶血就吃了。有人告訴掃羅說：百姓吃帶血的肉，得罪耶和華了。掃羅說：你們有罪了，今日要將大石頭滾到我這裏來。掃羅又說：你們散在百姓中，對他們說：你們各人將牛羊牽到我這裏來宰了吃，不可吃帶血的肉，得罪耶和華。這夜百姓就把牛羊牽到那裏宰了。掃羅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，這是他初次為耶和華築的壇。掃羅說：我們不如夜裏下去追趕非利士人，搶掠他們，直到天亮，不留他們一人。眾民說：你看怎樣好，就去行吧。祭司說：我們先當親近神。掃羅求問神說：我下去追趕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
你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裏不交。這日神沒有回答他。掃羅說：你們百姓中的長老都上這裏來，查明今日是誰犯了罪。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就是我兒子約拿單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但百姓中無一人回答他。掃羅就對以色列眾人說：你們站在一邊，我與我兒子約拿單也站在一邊。百姓對掃羅說：你向怎樣好就去行吧。掃羅禱告耶和華以色列的神，說：求你指示實情。於是擎出掃羅和約拿單來，百姓盡都無事。掃羅說：你們再擎籤看是我兒子約拿單，就擎出約拿單來。掃羅對約拿單說：你告訴我，你做了什麼事？約拿單說：我實在以手裏的杖用杖頭說了一點墨，嘗了一嘗，這樣我就死嗎？掃羅說：約拿單啊，你定要死，若不然，願神重重的降罰於我。百姓對掃羅說：約拿單在以色列人中這樣大行拯救，豈可使他死呢？斷乎不可！我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連他的一根頭髮也不可落地，因為他今日與神一同做事。於是百姓救約拿單免了死亡。掃羅回去，不追趕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。掃羅執掌以色列的國權，常常攻擊他四圍的一切仇敵，就是摩押人、亞捫人、以東人和瑣巴諸王，並非利士人。他無論往何處去，都打敗仇敵。掃羅奮勇攻擊亞瑪力人，救了以色列人脫離搶掠他們之人的手。掃羅的兒子是約拿單、亦施韋、麥基舒亞，他的兩個女兒，長女名乃拉，次女名米甲。掃羅的妻名叫亞希暖，是亞希瑪斯的女兒。掃羅的元帥名叫押尼尼，是尼利的兒子。尼利是掃羅的叔叔。掃羅的父親基士，押尼尼的父親尼利，都是亞別的兒子。掃羅平生常與非利士人大爭戰。掃羅遇見有能力的人或勇士，都招募了來跟隨他。